在等候主帅出场的这一刻，韩粉们终于找到了情绪的出口，就是要韩国瑜出马角逐国民党主席，带领大家进行改革。难以接受结果，韩粉哭得止不住泪水。下午4点不到，从投完票开始，就有死忠铁粉赶来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守候等开票，但眼见票数开得不理想，双方差距越来越大，韩粉们忍不住抱着痛哭。台湾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！我不相信高雄竟然这样子，我不相信人心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在等逆转胜，没关系。无法相信这结果的，还有等在台北饭店里的华侨，他们一行300多人，席开31桌，一起观看开票，等着迎接胜利。随着票数越来越远，现场气氛低迷，华侨们的脸色也越来越